2023年卷2第3題，系統開發當中嘅瀑布模型，咁個次序應該係乜嘢呢？個次序就係分析、設計、實施、轉換、維護。第二，系統維護階段會做啲乜嘢呢？第一，會識別修正錯誤，系統嘅升級同埋增加新嘅功能。B， 面前有個金特圖，咁有5個任務，第一個任務需要4個星期，第二個任務需要5個星期。咁佢嘅關鍵路徑係邊一個呢？咁啊，關鍵路徑就係任務1、任務2、任務4，我哋要揾一個最長嘅路徑。咁喺呢個路徑上面，任何嘅工作如果唔能夠如期完成嘅話，會影響我哋嘅完成日期嘅。咁所以呢個叫關鍵路徑。第二，如果任務3需要4個星期完成嘅話，咁個項目最少需要幾多星期去完成呢？要嚟加多個星期落去嘅話，任務5咧係 depends on 任務3，咁所以任務5都會褪遲1個星期。但係呢個褪遲冇影響到下一個任務嘅進度，咁所以照舊都係12個星期。問題 C， 咁你要牽涉一個陣列叫做 A， 另外有3個子程式，一個 find mean， 一個 find max。find mean 係揾最細嘅，例如 find mean 14，即係由1去到4之間去搜尋，就揾一個最細嘅數，11係最細，咁佢會 return 嘅3。咁至於 find max 35，由3去到5呢個範圍之間揾個最大嘅數，最大係43，咁所以 return 個4。第3個子程式就叫 swap xy， 將 ax 同埋 ay 調轉。問題 C1， find max 57會 return 乜嘢呢？ find max 係揾最大嘅數值，最大就23，咁所以 return 個7。咁所以 find max 第一個係開始嘅位置，第二個係結束嘅位置。咁所以個算法應該點寫法呢？舉個例子咧，譬如 S 係5 E 係7，由5去到7，我哋揾個最大嘅數。咁首先個 temp 等於 S 先啦，當第一個數係最大先啦，所以 max 等於5啦。呢個 temp 即係 max。跟住 for K 等於 S 加1去到 E 去到最尾，咁即係6同埋7最尾嘅兩個數，逐個比較。如果 AK 大過或等於 A temp，咁記住 K 同埋 temp 呢兩個變數係指上面呢個數係陣列嘅索引個 index。如果 AK 係大過或等於 A temp 就等於 K。咁最後做完晒之後呢，就我哋 return 個 temp。咁呢個情況呢個 temp 就係7嚟噶啦，因為 A7 係最大嘅。問題 D， 面前有個子程式叫10One，佢個用途係要將呢個陣列排序。個偽代碼係咁樣寫法嘅 ，for J 等於1去到3。跟住 A 我哋揾個最細嘅數，而 B 揾個最大嘅數。舉個例子啊，呢個陣列有8個元素 ，J 係1，咁跟住8減 J 呢就係7。我哋揾個最細嘅數，咁所以揾到係5嚟嘅，咁所以 A 係5，咁而 B 係最大嘅數 ，B 係4。下一步我哋會做交換，我將最細嘅數同第一個數交換，另外將最大嘅數同最尾嘅數交換，咁就可以將個細數擺前邊，大數擺咗後邊。咁於是交換之後呢個9就去咗前邊，咁而個43就去咗後面，咁中間就23同埋19。當 J 等於2嘅時候，8減 J 就係6，咁啊要做個範圍呢就係2至6，同樣地揾個最細揾個最大，咁所以最細呢就係11，A 等於3，最大呢就28，B 等於2。我哋將最細嘅數同最前面嗰個交換，再將最大嘅數同後邊嗰個交換，咁於是呢11去咗前邊，然後再11同16再調轉，咁所以結果11呢就去咗後面。好明呢個算法唔能夠幫我哋將啲數字排序。第二，要修改呢個偽代碼，咁應該點樣修改法呢？咁啊有個第二個子程式叫 sub2， 咁照舊呢 for J 等於1去到3啦，A 揾個 mean，B 揾個 max， 我將最細嘅數同第一個數交換。咁所唔同嘅地方就加咗後邊呢部分啦。基於我哋之前所做嘅嘢，咁我哋見到當 B 等於 J 嘅時候，呢個大數係會被交換咗去後面。咁於是呢，我哋改良呢個算法。如果 B 等於 J 嘅時候，我哋唔會將最大嘅數同最後嗰個數交換，而係將 A 位置呢個數值同最尾嘅數值交換。因為當 B 等於 J 嘅時候，我哋將個大數交換咗去後面。喺呢個情況，我哋唔同 B 交換，我哋同 A 交換。